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邀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无论你是伫教会现场，还是伫网络的顶面，咱三角安静咱的心，有备心，咱来敬主的圣殿来敬拜伊。这是邀请咱安静咱的心，思想上帝赐了恩典满满伫咱的生命中间。这是何等的恩惠，互咱伫生命的路途中间无摇错，持续保伫伊的应允的路上来行跑走上帝国的大的路。这是咱安静咱的心，家己为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真心的心，放乎你面前，为我心梦，予我看见，你让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把对你来的温柔添甜。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今仔日去呼召我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要来亲近你，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单单注视你的心上，因为你是看到我从从而乐的主。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上时咱嘛为着咱家己所犯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恳求主来赦免咱的罪，赦咱一切的罪过，无论是咱知还是毋知的罪，主拢知影。所以，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在主的面头前，咱来认罪悔改，认罪来祈祷，咱开声三角来祈祷。圣灵在你面前，圣灵我的软弱，圣灵我的祝福，因为我有罪的本性。主啊，我常常离开你，而来亲近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们困难，将阮所有的罪摆在你的面前，借着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主啊，我们献上我的祈祷在你面前，求你来赦免咱所有的罪。主啊，感谢你。至善至善，赐了里面的主。主啊，今仔透早，阮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承认阮所有的软弱，阮人类拢有罪的本性，常常咧做歹，
常来犯罪，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手术的恩赐。主啊，总是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过，恳求你加持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过犯。求你，互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底来活，行你的道路。只是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角地地，你的信心就降落伫这个所在，你的信心就徛伫阮的内心，成做阮的保惠师，成做阮生命的祝福。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就是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嘛为着这道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这个疫情搁开始来大流行，造成咱真多兄弟姊妹生活顶面无方便，影响到咱日常的生活。咱嘛为着这道疫情来祈祷，特别是多士大人。多细汉囡仔，只是搁还袂注着疫苗，无够野的抵抗力来抵抗这病毒。咱嘛为这个事开声来祈祷，咱三甲来祈祷。所以，咱将这个疫情交到了我们的心情，刚才有多人因为这个事来祈祷。无论伫经济，无论伫生活，无论伫家庭，无论伫教育，主啊，我恳求你继续看顾保守，这疫情平安来消。煞接来嘛，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咱知影，伫乌克兰这个地区，甲俄罗斯因后来起发生着战争这个事件，恳求主来公义人民就临到这个所在，或者战火来紧来平息，莫互多人搁来因为战争来死失，来受到影响。咱嘛为这个事三甲开声来祈祷。主你里面的天父上帝，主我们献上祈祷伫你的面前，阮特别为着新冠病毒疫情不断的升温，逐日有上万的人来受到感染，特别是阮真侪时大长辈，也是有慢性病的朋友、细汉囡仔，还佫有侪婴仔还未注着疫苗。嘛无法度来做，主啊，恳求你保护因有抗体、抵抗力来抵抗病毒。主啊，咱也为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家防疫部门献上阮的祈祷，尤其是第一线医师、医护团队来祈祷，求主赐了因智慧有好的防疫措施。通看顾保守受到病毒威胁的变势，求主人民，互阮阁有信心来面对疫情的变化，因为疫情来影响着经济工课。主啊，求你赐了智慧帮助因度过难关甲经济困境。伫这疫情持续的时刻，
主啊，求你医治所有被感染的，互因早日得到康复，得到健康，来脱离这个病痛。也求你伸手对主啊的温手，互疫情紧紧来得到控制，莫叫扩大。主，阮将这个事摆在你的面前，互阮借着这个疫情，透过彼患难中彼此的关怀甲帮助，来赢过济济试炼，互阮面对疫情要求有信心，来关怀别人，互相关怀，互阮共同来打拼，克服一切威胁甲挑战。主啊，相信我嘛为着乌克兰这个地区的战争，摆在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公义、你的怜悯甲和平，赐落伫这个所在，或者受到战争影响的所有的人民，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相信你嘛来安慰为着战争来死失这的人，甲这遗族。主啊，你赐了医治安慰人的中间。主啊，恳求你赐了智慧伫这的掌权的。互因有智慧，紧紧来停止这个战争。主啊，我们为着世界各地不断的族群，也是国家的战争，我嘛献上我的祈祷。主啊，你的和平来降落伫这个地面，互所有的所在的战乱拢会当平息。主啊，将一切献上我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为着教会献上咱的祈祷，恳求咱，恳求主引带咱复兴教会，互咱教会有一个合理的心智来配合牧师来传讲主的道路。咱为着咱教会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将复兴教会所有的事工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赐了合一伫阮的中间。主啊，你呼召牧师、教牧师来到我的中间，甲讨饭的。主啊，恳求你，互阮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有合一的心智来讨走主你的道路，也特别为着阮所有。教会的长职同工摆在你的面前，主啊，阮恳求你引带因，看顾保守因的家庭，拢行伫主你一定的道路顶，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蔡牧师今仔2堂讲道的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恳求主赐了伊的信心。蔡牧师因的心情，互因今仔嘴所讲出来，拢是来造就咱的人。咱三角出声来祈祷。感谢咱的奉靠蔡牧师咱中间，主啊，现在主上帝哦。我们从今仔日2堂的礼拜，恭敬交摆在你的面前。主啊，特别为着蔡牧师今仔2堂讲道的信息，完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甲伊三角地带，你互伊对伊嘴所讲出来，拢是来造就人的话，对你遐来的话语，互阮听的人拢会当得到造就，成做阮生命中的美丽，成做阮日日接受挑战的一个养分。主啊，我们将蔡牧师甲伊家庭全力交托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来看顾保守因这家庭是受你祝福的家庭。主啊，我们将要将今仔日所有的同工摆在你面前。主啊，你让一个合一的心智，透过礼拜来服侍你。主啊，你予因愈服侍愈甘甜，愈服侍愈得到快乐。主啊，将一切礼拜中事摆在你的面前，互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主你的恩典甲主爱你的心情，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用真实的心，放乎伫你面前，为我心望，予我看见，引导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甜美，好定阮地。看顾我，好定阮地，你保护为我留，好定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好定阮地，你看顾我。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来方便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来敬拜咱的主。好定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你有刷擦，我所有捆绑，你有刷擦。心内悲伤，你的名天地大大人，求主刷走咱所有的捆绑，你刷走我所有捆绑，你有刷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刷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天地大大人，好定阮地，你看顾我，好定阮地，你保护为我留，好定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充满了，我的嘴要充满了。主啊，我们来学了你，主啊，你呼召阮伫阮所有都是位置顶面。主啊，无论环境好歹，阮犹原要来学了来敬拜，因是你是阮看得大乐主。星星点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相思平静甲安宁，予我伫满足风心，主听窗的真理。叫我拢无你，你身躯你扶持，相思稳定甲安慰，你的听真正甘甜，你予调的所在，我要欢喜因心，无论环境何歹，永远无人。你予调的所在，我要欢喜因心，无论环境何歹，永远无人明白。朋友主的信心，这个三甲地地，主温柔的星星，点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相思平静甲安宁，予
的满足丰盛，注定通的真理，断照我拢无你，你心不离不弃，受诉阮免放慰，你的行真正甘甜，伫呼叫的所在，我要欢喜饮食，无论环境何歹，有我无论敬拜，伫呼叫的所在，我要欢喜饮食，无论环境何歹，有我无论敬拜。伫我行路的时阵，我道路我行的时阵，我命伫这所在，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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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伫我行的所在，我要欢喜饮食，无论环境何歹，有我无论敬拜。伫我行的所在，我要欢喜饮食，无论环境何歹，有我无论敬拜。伫呼召的所在，我要欢喜饮食，无论环境何歹，有我无论敬拜。主，感谢你，无论什么环境，你有愿持续看顾保守我。主，我们来敬拜你。伫今仔日透早，我们用真心、用信心来敬拜你，恳求你施恩赐福伫阮的心中。我专心地正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了你定的命。我专心地正敬拜上帝，学了你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你，我也双手敬拜你，我要学了你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你，你名大地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了你。我专心地正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了你定的命。我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学了伊荣耀到万世。我全心敬拜你，我也双手敬拜你，我要学了你大尊名。我全心敬拜你，你名大地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了你。我全心敬拜你，我要名大地尊重，我要学了你大尊名。我全心敬拜你，你名大地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了你。我要全心全意学了
时咱来求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定义。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心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错阮的日时，就叫阮脱离迄个歹。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感谢，今日是咱特别圣灵降临的节日，由咱玉山新郎院的奉献主日，特别咱今日有新德司马库斯的蔡牧师以及牧师娘，沙印游命牧师母也来给咱请安，今日要来给咱分享，咱大声先拍拍给因欢迎。接着咱来启用，启文18篇，诗篇67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予全世界甲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颂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有信息的主上帝，你充满恩典、大慈爱，重公义佮正直。是阮上好的帮赞甲瓦靠，是阮独一敬拜的真神，唯一军队的主。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是你圣灵降临，互人欢喜的庆祝日。阮感谢你十字架顶的牺牲，嘛学了你3日后佮复活的奇妙神事。不但带来互人盼望甲信心，你50天后圣灵的降临，经互阮领受到永远的平安、喜乐甲丰盛。阮满心感谢你，愿你救人福音遍传全地，你荣耀的尊圣名直到永远。主上帝，真特别的日子，你何罗卜蔡牧师。蔡成功牧师要来为阮分享甲讲道，伊伫新德司马库斯教会会要来你伫遐的大作为，伊嘛蔡牧师伊嘛伫用信仰来凝住因的部落，才有同心合一的典范，已经是阮全国上界有特色、具有传统文化的模范的一个好景点，亲像世外桃源。感谢你的同在，也求你力上加力，稳上加稳，来持续做因的后盾，互这个老年老密的美地名扬四海，互世界的人同在你的伟大。亲爱的主啊！像是阮为着阮台湾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危害，来向你祈祷，求你大有能力，展现伫阮台湾这个疫情的控制。阮知影你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伫你拢无难成的事。求你，互阮早日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互阮的社会
当持续像往前安尼来繁荣，互阮的国家的进步。求你赐了人民，互世上的、感染的有安慰、有信心、有盼望，保守阮每一个家庭拢平安，每一位健康勇健，人人有对你来的智慧充满，圣灵充满。阮安尼感谢恳求，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日圣经节是《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7节。我来强读32节。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无一个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所有的物件公家用。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告活，众人拢得到大稳定。因中间无人有欠缺，因为有残垣厝体的人拢卖出去，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予使徒，照大家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意思就是安慰者。伊卖家己的残垣钱摕来交予使徒。圣经节读到这，煞者咱圣歌队用咱的影音献诗来为咱献诗。献诗煞，请蔡圣光牧师为咱讲道。今日是要见证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主
兄弟姊妹，咱永远用普阿声学到上帝，感谢主。这个任务吼，这个影音献诗吼，是咱过偌济时阵，伫现场做赞美礼拜吼，用这个诗歌带咱做敬拜上帝。真欢喜，今仔日是叫做玉山神学院、玉山神学院这个奉献主日，咱特别邀请对远来我也是来咱遮爱开车可能7、8点钟啦是新竹后山、新竹尖石乡的后山后山司马库士教会蔡成功牧师要来甲咱分享。咱顶礼拜有请老金的牧师甲咱做陪灵迄是较嘛毋是讲严肃啦较有即个属灵激励。今仔日呢是蔡牧师要甲咱分享，伫山顶的一个原住民泰雅族的部落，因安怎实践，亲像咱所读的圣经在拄则即个提摩太即个使徒行传的经节，安怎实践伫因的实际生活中间。简单做介绍，就要请蔡牧师，嘛要请师母要来做诗歌的分享。我差不多是41年前41年我还是新学生的时代，迄阵拄好有对尖石乡的一位同学，原住民的同学来到阮共班啦。阮大家拢足好奇，讲你住遐深山，敢袂当带阮去你看一下？真正，即个阿栋牧师咱有人捌伊啊。伊伫41年前带我谢牧师，阮迄阵拢阁学生坐车坐，我7、8点钟坐去到山顶，是伫迄叫做镇西堡的教会，伫遐甲因生活2、3天。有一届伊讲我带恁到一个连骑车嘛袂到的所在，敢若会当行路若定。我讲少年毋捌讲遮严重行对因行，安怎呢？对迄个镇西堡对山上走下山谷，再爬上来，就是去到今仔日咱要介绍的司马库斯。大家爬甲喘到要啥物毋知影讲爬遐久啊，来一日去住一暗，等个过两下，再个爬转来安尼对迄阵捌即个司马库斯教会，迄阵完全无电，嘛无山路，嘛无啥物路，干那用人行的路安尼。咱的蔡牧师就是要来做见证，讲因安怎120冬来安怎见证上帝改变即个部落。虽然是上深山的部落，但是今仔日煞变做全台湾大家人相济要去的所在。因安怎用因的生命，用因的生活来见证。去年牧师阁去一遍啦，去年3月，拄甲蔡牧师认识啦蔡牧师我比伊较资深，所以伊捌我，我去到遐捌伊安尼。我迄阵阁听到师母哇，唱歌很好听我讲有没有机会呢？有空你来我们富强教会亲自现身说法。那个时候只是客套说你若有机会欢迎无怕算讲，伊年初的时阵，今年年初的时阵就打电话给我讲，夏牧师我要代表这个原住民奉献主日想要来恁遐甲恁请安好唔好？我受宠若惊，行一条讲真的，蔡牧师那么有信用竟然真的答应我，那么远的地方专工落来安尼无拍成迄阵3月时阵拄蔡牧师的家庭有一些事情啦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再改时间就改到今天来真的很高兴，今天不只是蔡牧师师母跟2个查某囝拢来，我们先介绍一下师母跟2个可爱的女儿好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请坐。等下蔡牧师要分享他们部落的见证，嘛要请师母跟伊的女儿用音乐来分享主的听。所以这时间真宝贵，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伊讲国语较惯势啦，咱大家拢听有，安尼好不好？拍拍欢迎来，拍拍欢迎来，欢迎，谢谢来。夏牧师。还有谢牧师，还有传道，还有富强教会的长老执事，大家平安。大义讲早安了早安。夏牧师甲我讲，大义国语
拢会使啦哈。所以我的台语较无认真哈，认真我唔知影。所以如果台语较袂通的时阵，请大家包容了哈。那感谢神，因为刚刚夏牧师刚才已经把司马库斯已经介绍到非常完尽到非常可怕的样子哦，很远，确实很远的哈。但是今天早上我坐在这边分享上帝的话，也分享司马库斯的见证，心中有很多的感恩跟很多的感触了哈，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同时也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也代表玉山神学院、甲教会牧师、甲长老、甲所有会友来请安报告，希望讲大家咯继续对这学校继续持续的关怀，持续对玉山神学院做一些关怀。那我为什么这么讲？是会跟司马库斯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同时今天早上也是圣灵纪念主日，有一本书叫做《灵峰运动50周年》林鸿信牧师写的，可能在座一些也看到。那确实，若不是圣灵的带领，没有办法造就今天的司马库斯。所以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为玉神、为司马库斯见证上帝的荣耀。这一切都是基督耶稣的恩典，他的救赎，以及圣灵的带领。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很感谢神，我也是倒几拜第一次代表我们部落跟教会来到外面做分享，有关于司马库斯的见证发展第一次所以我把司马库斯对外见证的第一次就献给我们富强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那希望是透过这样的第一次见证，我们就是将荣耀归给天上父神。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周报的时候，原来我们富强教会设立社教周年已经46年了46年。那我也大概跟我们的一些同工还有牧师有分享，我们教会在这边46年的第一次建堂、第二次建堂跟现在目前的地方。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在进到教会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若不是神的带领，弟兄姊妹同心合一，我们没办法成就这么美好的奇妙的事。祈愿天上的父神、基督耶稣的恩典跟圣灵的带领，继续带领富强教会在这里做见做光。正如今天早上一样的，神如何带领司马库斯从以前、现在、将来继续为主见证做光。刚刚夏牧师有讲过，确实很远了我如果单车程从司马库斯到这边，如果是不休息的话，大概是要6到7个小时了所以站在这边心中有很多的感谢，就是上帝第一个，谢谢你带领我到富强教会，能够安全到了这里，能够到这边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我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我就用最诚信的心，用上帝的话来见证上帝如何带领司马库斯走过从前到现在为主做见证。今天早上我特别从使徒行传的第4章我们来翻开今天经文32到37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的圣经，牧师我牧会到现在已经将近28年了，我到司马库斯牧会已经8年多。
其实，在还没进到司马库斯之前，这个经文我也读过。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大概只有乌托邦的世界，只有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变卖财产，现在教会面前，房屋公用，照个人所需的分给大家。圣经说，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因为他们都拿来献在教会面前。那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那特别在后面有一个经文，我特别要提到，我们常常比较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面前。这个经文我特别比较不常引到，但是我为什么这么提示？这个巴拿巴，后来我们知道他跟保罗是一个很好的同工。虽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新约在圣经里面，保罗他是新约的大部分的作者，可是这个巴拿巴是一个他很好同工，因为他愿意这样奉献出去，他这个举动鼓舞、帮助、鼓励当时弟兄姊妹。那巴拿巴的举动，就跟今天早上司马库斯有一个老头目叫以戒长老，在那时候充满在开始的时候，他愿意出来。可是像这个老头目，就像巴拿巴一样，他其实本身地很多，他在当时是很有生意头脑，可是他却愿意将他民宿、土地捐出来。第一代的头目，他愿意这么做，深深的影响所以这种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早上，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所有领受的都是从基督而来，但是感谢神，神也通过基督耶稣的恩典，他的救赎以及圣灵的感动所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牺牲，我们应该要奉献，因为唯有如此，将基督耶稣的爱奉献出去，才能够影响，我们叫生命影响生命，不是吗？我相信富强教会在所有的长老执事能够在这边设立教会，是因为我们愿意因着基督耶稣的爱，舍己的爱奉献出去。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因为我第一次出来我想说怎么样介绍司马库斯，我就用图片来做一些都是图片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司马库斯。那希望我们介绍以后，我们不是说在荣耀司马库斯怎么样，我们所荣耀只有一个天父上帝天父上帝伊的爱那我们是上帝疼痛跟爱，做不到了做不到所以我就用图片很简单来介绍司马库斯这个是教会的部落的照片特别是在2月3月部落的樱花台湾有3大樱花最有名的，一个叫里农场，一个叫巴黎的恩爱农场，另外一个就是司马库斯。我曾经上过网站有一个网站他介绍，他说其实所有排名里面最漂亮的是司马库斯这是网站写的，因为司马库斯不是只有花，同时它有融合的人文，还有地理，所以他说排名第一个。那里面当然那里面还有很多的樱花餐很多步道等等所以司马库斯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好，再下一张。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司马库斯它的发展它是从哪里来？司马库斯它最开始我们看一下箭头它是在南投的一个地方。从南投以后呢，我们早期是过着一个传统的生活，然后一群人呢慢慢从南投的就是仁爱乡开始往北上经过了武林农场，然后呢再到宜兰，再分到宜兰，包括复兴乡、南澳
包括大同等等，包括五峰乡哈，这是我们的全许啊。那距到现在迁徙到现在大概1-2千年左右。好，下一张。好，往北迁移。啊，我们的深山是大八千山的哈。如果大家有各位，所以我们是泰雅族大部分都是在大八千山附近居住的啊。再下一张。好，这个是社群啊。那我先介绍一下，司马库斯他是有2个祖，一个叫我们以前一个祖先叫做马库斯，后来去世以后呢，加一个 S， 就是纪念他200多年以前定居到司马库斯，他定居以后呢就没有离开了，所以司马库斯加一个 S， 所以现在中文有一个叫什么司马中原哈，什么司马其实跟那个没什么关系了哈，我们这汉人也有些叫司马嘛哈，其实没什么关系。加 S 以后呢，就变成司马库斯，马库斯就是我们祖先。目前户数有35位，人数是184.5哈，点5是什么意思呢？还在怀孕哈，所以我们司马库斯再点人数，那个点5就是还在怀孕，准备生了哈，那个叫点5啊。我们这个叫原住民的幽默了哈，表示这个孩子我们对他有恩忙了哈，一定会生得出来了哈。好，再下一张。这边有介绍过哈司马库斯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一张，台湾原住民现在目前有16组哈，泰雅族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就是在北部这地方，就是我们叫宜兰、台中、南投以上的。就是泰雅族，所以我们目前长老教会最大的宗会就是泰雅宗会，因为我们没有分了哈，所以这个分布图是这样。再下一张。好，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刚刚是主要介绍司马库斯的比较全面的一些介绍。那现在我开始介绍是司马库斯的部落发展的历史。那我把司马库斯发展历史完毕以后呢，我特别要介绍教会的部分，因为跟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若不是神的带领，司马库斯没有办法凑合成为一个现在能够为主作见的部落哈。好，德努难斯马沃斯，我特别这2个字，德努难斯马沃斯都知道，但德努难什么意思？德努难就是编织的意思。我们答案叫德米努，然后德米努是动词了哈。的努难就是结合的意思，它是引申的，所以的努难是蛮沃斯，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司马库斯，像编织一样，一条线经度纬度紧密的结合，叫做的努难是蛮沃斯。那我们为什么叫的呢？是我们要勉励所有部落的所有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头目，你是总干事、各部部长，还有时候会有每一个人就像线一样。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可能我们富人教会不了解原住民的编织，但是编织来讲很重要，衣服要紧密的结合，这个衣服才会漂亮。我相信我们教会同工也是要，不管是从牧师、长老执事，我们紧密的在一起，靠着基督耶稣连结，我们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可能大家不了解，可是我们司马库斯这样的美论的时候呢，它就是非常贴切了，透过紧密的结合来创立共同的经验。好，再下一张。我大概写这个照片1987，这是路以前通的司马库斯以前是跟现在差很多。像牧师有去过的话，如果弟兄姊妹有去过都不一样。这个是早期司马库斯，就是铁皮屋，上面就是没有盖，因为等一下有些照片会看到了跟现在差很多。那我为什么这么写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部落。夏牧师走过从河边下去再上去那个是珍稀堡已经够远了那个路又不好，要再走下去，上去下来，大概也要走个4到5个小时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再下一张。好，早期的生活叫小米文化，我们过着一个分享的一个生活。小米其实是原住民非常传统的一个生活，这小米文化也表示是一个分享的生活。
当然，小米文化旁边还有很多了，有地瓜、有山猪、有山姜等等的生活。但是小米文化它就是一个代表性。小米是一个旱稻，它不用水。然后呢，你如果顾得好的话，那个小米会垂下去。所以夏牧师就有去过部落一个谷仓哈，每一个家都有谷仓。当你的谷仓有满满的小米的时候，你今年冬天会过得很好。但是相对的，你小米长得不好，你没有稻米的时候，今年就要挨饿了。所以小米代表着坚韧，代表着丰收，代表着分享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的传统生活。好，下一章。好，我们有种小米。好，那这是小米完了以后，就是把它晒干了哈。我们可能有一些老人家也是以前，我今天来台南，很感谢我的，其实2个月前来过总会会议哈，同工的大概张仲敏牧师带我去看那个特别是安平区那边，他大概给我介绍台南的古都了，我也是第一载。那稍微了解一下台南的一些，说为什么叫府城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小米大完以后呢，就是把它晒干。好，再下一章。这个是我特别要提一下，还没有路通以前，年轻人结婚了，他就要买家具。从哪里背呢？就是夏牧师讲，从镇西堡走路，看到没有？第一章，那个在背什么？背冰箱。从镇西堡背到河谷再上去哈，这个眼见为凭哈，所以我们的长老还有执事哈，你要爱你太太哈，就要背冰箱了哈。我为什么贴一张是一个老公爱老婆，怎么爱呢？你就是要背冰箱下去了哈。这就是他们爱哈。然后呢，另外一张就是妇女呢，他们要去他们要去工作等等哈。再下一张，好，传统生活就是烤火了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哈。没有什么，就是大家拿地瓜、小米，就是这么的生活了哈。1987年以前，就是这生活。再下一张，好，1997年以后呢，到1991年，我们大概有20年前开始种香菇了。那这是第一次司马库斯跟货币生意开始接触的地方。货币知道就是钱了哈。我们种香菇以后呢，就拿来卖。当时很辛苦，从司马库斯要走到内湾。民国60年的时候，内湾知道吗？以前没有路啊，那个路是慢慢通的。所以呢，他们从司马库斯走到内湾，因为大概背2-3包，从内湾到司马库斯要走2天。那内湾以后呢，住个1个晚上呢，开始买肉，他们买10斤肉，买很多东西上来，走回来3天。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多3天？因为呢，这个原住民很好客，他买10斤肉以后呢，沿途就送又喝，到家里的时候剩下3斤肉了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哈。开始接触到这个钱的货币等等哈。再下一张，这个是我们的香菇了哈。这个是椴木香菇，跟一般的太空香菇不一样哈。再下一张，好，1990年到1997年，我就开始卖水蜜桃，就是从传统所谓的香菇砍香菇，转型到农业了哈。我们谢谢夏牧师他们，东牧师在说他们也接纳教会来这边卖水蜜桃有吗哈？就是那个时代了哈，大家学那个巴陵的拉山，开始怎么样改变经济了哈？开始种水蜜桃。再下一张，当中有一个叫黄金水蜜桃哈，非常甜。这个是所有的水蜜桃里面产期最厚的大概是7到15号。好，那因为我们教会已经没有转型了哈。好，我特别介绍一下，我这边特别写到，就是1997年以后到将近到现在已经25年，唯一一个以行业为主的部落。那我为什么这么讲？是台湾原住民一共有800多个部落，只有司马库斯只有一个行业叫做观光业，也叫服务业哈。那我这个什么概念呢？就司马库斯它也不是什么进步了，就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有的部落他们有种水蜜桃，有民宿，
也有当公务人员的，也有做打水泥工的，等等很多行业。可能一个部落是这样啊，但司马库斯只有一个行业，叫做服务业。这个不容易了哈！你一个部落没有别的行业，在座我们的教会，可能很多人会有你有不同行业，对不对？有做农的，也有做生意的，也有做服务业的，也有做老师等等。但是司马库斯只有个行业，叫做服务业。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好，那所以那个服务业到现在已经25年了。那这25年，感谢神的带领。好，再下一张。啊，等一下这一张哈，刚才那一张。啊，那司马库斯刚才讲服务业是，我们是依附在快木。啊，快木，我今天早上不是来做广告了哈。那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依附在这个快木。所有旅行社他们都贴司马库斯。如果你到 UTV， 司马库斯的点播率很高了，他们去过，他们都会写，然后很多旅行社也会，这个都是旅行社登录下来的哈。这个很多的民宿等等哈，所以我怎么对比那照片？不一样了。以前没有什么房子，可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叫美轮美奂也好，所以还有就是小木屋也可以这样形容了。事实上我们就一个行业25年了，感谢神，这个录下来，充满神的恩典跟带领。再下一章。好，我特别介绍一下司马库斯这一段有一些时间点，我大概做一个介绍，让大家了解司马库斯很有这个重要的转折点的时期1926年，我们曾经被日本人叫下去到监视，那后来因为不习惯又上来这是曾经。那我们是1980年才通电大概民国69年。那通电的弟兄姊妹，通电的没有路所以这个也是很奇怪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有背冰箱第二章看到没有？那个叫做千人的头目，他在背什么？他在背瓦斯你们可能想说，通电的应该是很方便电热器什么都有，但问题在哪里？你通电的没有路，没有用所以要用背的所以背瓦斯、背通电就是这个时候那1991年，我们前任头目叫一切长老，他听到上帝的呼声，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是开启今天司马库斯，开启我们所谓的观光业、服务业的开始。那个第一任头目呢，他因为司马库斯的人不多，就是他的兄弟他的堂兄弟，大概7、8个人，他们到拉拉山去观摩因为同样是部落了，可是拉拉山很有名嘛，所以在1991年，他们到80以后呢，他们看到很多人在那边人山人海，在办一个水蜜桃之夜，所以他们去看说，他们很惊讶，他说为什么同样是原住民的部落，他们那么多人？因此他看过以后，晚上他住那个巴林教会我们会友的家，神给他一个梦，那个梦就是告诉这位头目，他说上帝的左脚踏在巴林，可是将来有一天上帝的右脚要踏在司马库斯，当上帝的脚踏到司马库斯之后，地要震动，意思就是说人潮也会过来。所以弟兄姊妹，1990年就是已经将近30年，那个梦实现了他的梦实现，也是今天司马库斯今天那么多人群可以到那边，所以一切都是以那个梦开始。1991年呢，我们就开始回到巴林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找，原来在司马库斯的后面有一个大巨幕，就是各位看到的原来司马库斯的大巨幕也不会输给巴林于是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前置作业。1993年开始文化生态治理，这是1994年我们才开始有路通，2003年我们开始有室内电话跟网际网路，2004年我们开始土地共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几个点就是司马库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包括
我们电视最早通电，路也是很早通的。所以我们如今想起的时候，我们也是向神祈祷感谢，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是让司马库斯晚一点开发？如果我们今天早点开发，可能就没有办法造就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了啊！所以这个几个点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地方。好，再下一章。好，在发展司马库斯的过程里面，这几个点，我们特别介绍一下。那1993年，我们就开始所谓的就是一个梦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推动观光。我们有7年的迷失期。什么叫7年迷失期呢？就是观光来了，我们部落没有好好的做预备，因此7年各自经营。有钱的可以经营大，有头脑的赚很多。所以这个7年呢，我们5年前司马库斯呈现一个很大的牌有一个牌是中间有一个前面的步伐很稳，后面很稳，中间很乱意思这个7年呢，我们迷失了观光的带入，我们没有办法好好预备，因此这个7年是因为司马库斯人不多了大哥赚钱，弟弟没有赚，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是很现实的，有钱的眉开眼笑，没有钱的唉声叹气。所以回想这个日子，长老都会分享，他说1个礼拜只有1天大家会彼此问候，彼此问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礼拜天因为没有办法到教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又会彼此问安。可是出去教会以后呢，就是分外眼红。我这样讲，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利益当头利益当头。如果不是基督耶稣的爱，若不是神的怜悯，真的利益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分开所以我们有迷失的7年感谢神2001年然后2000年我们就开始所谓的共同经营的初期。那这3年是预备期预备期。那预备期是还没有建制完成，还没有谈好。那真正开始进到所谓的司马库斯共同经营，是在2004年。那这个当中我特别介绍这个老头目，因为这个老头目呢，他地最多，在当时那个7年迷失的时候，他赚最多。今天有一个叫做恩典榜项目是治过那个上面那个迦南木还没有这个大哥最赚钱。这个大哥呢，感谢神，他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很有基督耶稣的爱的一个弟兄。他后来想一想，这样不好。如果司马库斯再发展下去的话，就是会彼此的争闹。他也想了很多，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一定是没有钱的隐性财产。特别是看到弟兄姊妹自己兄弟争吵，他就想安尼不好啦，安尼兄弟冤家安尼不见证了所以呢，这个头目他也是做的，他就召集他的兄弟谈兄弟，就在那个晚上，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我们兄弟之间这样吵架这样不好，他说我们应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共同经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吵架，我们又永续经营了。那怎么样共同经营呢？就是2004年我特别要提到的这还没到这边有2个部分要去处理是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重点的，有2个部分要处理，一个是民宿的部分，一个是土地的部分。那什么叫民宿呢？如果刚刚讲这个头目他投资了400-500万那怎么办？那这个头目就说没有关系，我把这个捐出去弟兄姊妹，这不简单。那个时候原住民能够用400万盖一个民宿那个已经是
台语叫好牙了哈，好牙，他愿意跑出去。他说，当然我们叫共同基金，还是要给他补贴的。比如说他400万的，就赔给他200-300万，给他补贴了哈。所以他把那个捐出去，然后呢，让那个没有的加入，没有民宿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要愿意加入就可以，无条件。那我的话就是奉献出去，我可能400万投资的，我200万加，所以民宿的建筑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部分是土地的问题，那土地我也要拒绝，比如说这个一个地我们这个共同经营认为说这地方盖别墅、盖木屋很好，那怎么办？如果说他没有签共同持有的话，他不愿意，那也没办法。所以呢，第二个部分是土地要解决。那怎么解决呢？我们知道在法律之下，我们都有所有权，对不对？可是，在另外一个，你要签叫做土地共有协议书。所以虽然这土地是我，可是我们另外在一起，不管你地有多少，18岁以后呢，你要签一个共同持有契约书。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如果我们共同经营在这边盖房子的话，你要无条件的要奉献出去，18岁以上。所以这个2部分，头目呢，他以身作则，我的房子捐出去，我土地也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也提到巴拿巴，他真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好的长老、好的同工，他愿意捐献出去，不一定捐献，在事工上他能够做的，弟兄姊妹，那个会影响。弟兄姊妹知道，不是说要去欧洛伊了，他只是将基督耶稣爱的分享出去吗？不是吗？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我们福源教会有一些长老，他们在这边服侍那么多年，他们愿意奉献，其实那都是在帮助弟兄姊妹很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对教会，我们特别提到教会，我们当纪念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执事，他们付出我们会有的，我们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这样子无条件奉献出去。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提示？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4章巴拿巴，我特别提到他。当然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保罗没有问题，他是神所忠于仆人。可是巴拿巴不加没提到的。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知道，在巴拿巴的宣教过程里面，他跟保罗他们是有份的。所以我特别对这个头目了他因为如此带动所有司马库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目前我们合作过程已经将近有8.2成这个还有1.6成不愿意加入那个是个人的个人。好，再下一章。好，那因为司马库斯他愿意成为一个很好的制度一个愿意合作，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制度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共同合作了那这底下有一些制度是我要介绍一下，好让大家知道说司马库斯不是就名称了它也是有制度的。弟兄姊妹，部落也一样，我相信教会也一样我们讲教会讲教会的次序，回到部落叫部落的制度了我们有福利分配制度我们国家在办的是长照制度了可是司马库斯在推动的是全人发展制度，从小孩子的出生到他生命的结束，他都照顾到，举凡小孩子的教育、养育、医疗、老弱丧礼等等我们都等一下会讲到和福利部分，所以我们有福利。第二个是工作制度，我们工作一律平等，不管你是头目不管是你总干事，各部还会有，我们的薪水都一样，我们的工作都一样早上我们都会晨会了，我看一下那个照片
好，我特别提这个哈。那这个照片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工作是我们一般上班都要打卡，对不对？我们司马库斯打卡就是要到员工餐厅，要怎么样呢？一起聚会。早上7点半要到这里，看到没有？祷告开始，分配工作。每一天我们会轮流同工、读经分享。最后呢，为一天的生活开始做个祷告。这就是我们的打卡。哈利路亚！司马库斯在见证上帝荣耀，必须尊主为大。有些公司打卡，我们却是以这而开始。然后呢，分配到工作的要毫无条件。我们的头目，我们头目已经年纪很大他的工作就是做农跟养猪养鸡。你们可能说头目一定是非常很尊荣，没有，我们头目很谦卑，养猪养鸭起鸡起地，这就是他工作好，我们的工作都是很工作期间不能酗酒不能酗，我们很多的制度我们去年我们现在的福利是每个人一个人3万块了然后呢夫妻一个人，然后年终像去年年终大概有20万20几万还有分红等等但是如果你酗酒的话，就是工作期间被抓到一次，先扣一半年终，比如说年终10几万、20几万，先扣10万，再喝2次的话，年终没有了。屡劝不听，有3次的话，年终没有，你要降为一般会员，就是大概就有3000、4000块。也就是说，我们是很严格的，福利很好，相对的必须要制度然后呢，土地公有制度，就刚才所讲的，没有一个人土地是他自己的，是大家的。最后是共识制度，每一天我们会一起吃饭，所以那感觉很好。我们国小、幼儿园大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在这3天，大家一起吃饭。所以想象一下，富强教会如果有一天你们中餐晚上一起吃，那感觉如何免费的时候那真的是荣耀归给天上父神但是司马库斯是这样，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只有司马库斯可以做到这样那共识就是一起吃饭嘛，就是派2个人一起吃，所以国小也不用煮，父母也不用煮，大家一起减轻妇女的负担，减少各家的开销成本好，再下一张。这个是我们的福利制度，特别介绍一下，在这种共生制度底下，他们的制度从出生我们都有除了国家给的以外我们有育儿津贴等等。然后呢，那个结婚以后呢，帮助他结婚，年轻人结婚毕业后帮他盖房子，包括他的劳保、健保全部他付特别盖房子的我们原住民，我们在山上150万就可以盖豪宅了这边很多。特别提到老人60岁以后呢，我们改一下，新老人家每个月月领退休改一下，那个是2.3万这个薪水是每个月3万加年终了所以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孩子的学杂费，就特别是在教育费部分，你高中以后呢，你高中因为学区的关系很远，所以高中以后呢，不管是你住宿、生活费、书籍费、教育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在台南读书了她回去要高铁，你只要高铁的那个票根，全部他们付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孩子的教育费所以涵盖在里面。那包括你告别礼拜的，我们会补助他25万就完成。所以我们这样看，司马库斯他是在弄一个部落的全人照护体系因为我们所有赚的钱，我们是集中，我们设立一个基金除了他薪水、年终孩子以外，剩下的就是一个基金，那个钱慢慢的存下来
比如说去年我们有3个月因为疫情没有办法那个工作3个月，可是感谢神，我们到年终还可以领29万的那个年终奖金，薪水照给了哈。其实因为有这个制度保障我们，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原住民去到都市工作也不简单啊，也不是那么想象。可是司马库斯感谢神，他因为彼此合作建立一个制度，所以才有这么好的福利制度了哈。再下一张，这是我们的架构图，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了哈。我们有3大会，叫做部落议会、教会跟协会这个是3个会。那现在协会比较没有功能了，那主要就是部落议会，还有教会，特别提到教会部分。那这个架构底下呢，我们有很多的部门。其实我们这个部门，我们为什么用蜂巢这个制度？蜂巢是其实紧密结合。我们读生物就知道，蜜蜂做蜂巢是最有效率的、最坚固的，就是6角形。皮质的紧密我们叫商会9部。我们底下有如果从部落来讲，我们有一个精神领袖叫头目。那如果在实质的推动，就是总干事跟牧师。再来底下还有我们的教育部、工程部、环境部、农业土地部。我们有9个部门在实质的统筹管理司马库斯的部落的发展，所以紧密在一起就是像蜂巢一样，也好像在原住民的编织一样，一线一线把它编织起来。所以部落必须团结。我相信我们教会也一样，我们在小会的带领之下，牧师长老指示决策，各位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紧密的在一起，一起来见证荣耀上帝的事工。司马库斯就是这样。再下一章。好，我们除了做一些观光业以外，我特别提到这2个，一个是传统领域守护，一个是部落教士的一些特别介绍一下。那传统领域是怎么样守护我们的土地，永续经营。再下一章。好，我们陈经领务局要来司马库斯介入，他说我跟你们合作。然后呢，我们后来是选择不跟他们合作了那当然每个部落的环境跟情况跟司马库斯不一样，有的部落已经跟风景管理所或教会合作，跟司马库斯我们思考很久。我们虽然穷，虽然资源少，可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双手来创造属于司马库斯的一个环境，对不对？推动。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可能有去过司马库斯都知道，可能我们现在设备上在设计上跟有别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就做多少的一些推动。这个是我们的登山木头，我们没有钱买木头但是我们木头很多了就随便砍一砍就登一下。感谢者也蛮有特色了碎石坡呢碰到路了我们就随便挖一挖这个就是用自己的双手，没有钱没有关系。所以我这样讲说，我自己心里很多的感触，希望所有原住民不要太过度的依靠所谓这种资源，你有多少资源就可以推动再下一张。这个是竹子做的砧板，你看它多漂亮你看它不是那种南洋山或者是政府的水泥，就弄一弄也很漂亮了对不对？虽然五六年就烂掉，没有关系，竹子很多，我们再编没有关系。你要盖自己属于原住民你自己的一些环境，这就是我们的坚持了。再下一张。这是我们的公厕我们的公厕看到没有？这一面是有木头的，可是那一面呢玻璃做的。我看过很多的公厕只有司马库斯敢这样，一面是有挡的，一面是没有玻璃的富强教会大概也可以这样子设计了，有一面对到那个马路当然这必要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可以，因为对面是悬崖的
会有人偷看我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猴子了哈。就是我们在那边游客，我们也在设计，让他们上厕所的时候也很快乐所以因为底下是悬崖，当然没人看到，所以他边上厕所的时候边看风景，你看多漂亮哈！这就是我们的。然后那个木头都是当地的材料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坚持了哈。好，景观厕所再来，再下一张这是自己做的木头，看到没有？就地取材，自己破木头等等。好，再下一张。好，这是竹林里面我们自己把它砍一砍，变成美轮美奂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发展观光的时候，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你不要像那个国家公园林务局一定盛大建设。其实很多的建设，你可以按照地形，我们也可以智慧了如果是林务局的话，早就砍掉了，放过水泥可是我们觉得那个应该不是对待土地，应该不是这样那另外就是我自己很大的感触，我们大家都喜欢爬山了我自己有爬过林务局的那个步道，哇，爬到最后头痛，为什么？它就是放水泥嘛，你就是按照它地就一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爬山的时候，如果按照那个水泥头会很痛。所以呢，最好的爬山就是接近大自然，土地，它与树根没有关系，配合你的鞋子你会走得很快乐夏牧师听说2年前去过，他差点上气不接下去可是还是要回来他说回来以后感谢神还能够回来，但是每一次爬过来回来的，他们都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就是有享受到。好，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这是我们的剧目剧目。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司马库斯怎么样在经营剧目群。那这个剧目群特别介绍一下，台湾目前排名第2个是这个排名第2当然有一个是最大，是在大安溪上游，那个人没办法，是林务局排名的但是人走进去排名第2大是这个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经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去的话，有机会可以到司马库斯欣赏风景，然后看到上帝的创造那个大剧目。我们叫雅亚格巴隆我们来念一下一遍，雅亚格巴隆。雅亚是妈妈的意思那有一个角度是这样，那它有一个项目是去过也这样很像妈妈的手照拜好一子所以妈妈像妈妈一般的剧目各位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像妈妈一样的剧目，除了它的那个树干像妈妈照拜好一子以外，其实弟兄姊妹，树木就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的大地。哈利路亚。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勉励一下生态环境部分。其实弟兄姊妹，台湾其实不大，山上跟平地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对不对我们台南最大的水库叫曾文水库，对不对？南化水库、阿公店水库我都知道还有在过去所谓的很多水库了水库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山上如果没有水，我们还可以活但是如果你们这个没有水库，你们会比较辛苦对不对？我这样讲对不对所以那个水库是怎么样形成，是跟山上有关系。你树木越多，它的含氧力更高，水分的保持更多。所以司马库斯我们是位居在石门水库的上游。台湾水库很重要，翡翠水库是涵养台北，石门水库就是从龙潭、观音，还有在鲁竹，包括板桥这地方，包括科学园区了所以水库很重要。但水库就是跟树木有关系，所以司马库斯我们很早就知道了。那其实原住民很多部落因为大量开发，就形成水源好是吧？比如说我们最知道的那个雾社水库，因为亲近过度开发，所以它那个水库保持得不好。
那曾文水库，我们的上游就是所谓的茶山了哈，一直到这个阿里山附近都有那边的，所以水库很重要，就是树木了哈。所以我们这地方，我们司马库斯，我们过去现在因为种水果，我们都砍掉了，我们渐渐都恢复种树木了哈。好，再下一张。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鸳鸯湖了哈。我们司马库斯一共有，我们传统领域一共有将近4万多公顷，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森林里面，我们要派员去巡逻，也没有偷砍树木，也没有乱砍开发。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林务局做的，可是我们对部来讲，那个是我们要做的。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为什么国家其实我们自己也为原住民祷告了啊？那就是说，如果原住民对自己的部落都管理得好，其实政府就不会那么担心，他们建立一个伙伴关系。换句话是弟兄姊妹，如果原住民自己不好管理，你政府再多派林务局多少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原住民最懂山林嘛。所以司马库斯就是按着信仰，按着上帝的管理者，我们主动的在那边做管理的身份好，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这是鸳鸯湖哈。好，我们就是这么大的管理的部分再下来。好，这是鸳鸯湖的上游哈，再下来。好，我们有部落摊场，我们也种树了哈。我们过去有种水果，这是都不要了。我们渐渐给它养树，然后呢，我们转系都观光了当然不是每个部落这样，司马库斯有再来。好，我们也做森林调查，我们多少木头哪些倒的，我们都派年轻人做调掉。再下来，再下一张。好，这个是部落的1年4季的照片哈。我们尽量种原生种的包括硝烟花、山樱花。好，再下来另外是教育的部分。好，那我特别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盖部落教室因为项目是走过我们现在盖的教室是20年前盖的，20年前呢，他们要去星光国小读书，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20年前很残酷你国小1年级，妈妈要工作，哥哥就带着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从我们现在司马库斯走下去到星光国小，我们现在司马库斯还叫分班20年前，星光国小本校的校长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司马库斯的孩子到星光国小，你只要中午以前到，都不算迟到。”我们在座父母送学校大概7点半嘛超过的话就迟到嘛校长说中午以前到的都不算迟到因为他要走下来为什么迟到呢？因为他有的时候看到什么老鼠还要做陷阱有的时候呢孩子很调皮还看到水果还在偷吃他就这样迟到了所以呢，他们走过这个期间很残忍你看弟兄姊妹，1年级呢，你还没有不懂事就要到星光国小以后，那个时候物资缺乏。妈妈、爸爸还要给他盖一个茅草屋，为了就学。那个茅草屋就是很简单，可能只有3坪4坪的茅草屋，不是这样你要背自己的地瓜小米，以前是这样所以他们走过来以后，他们觉得，孩子，我们现在已经到了70、80年，我们大家都非常好了，哪里还有孩子还离开父母，特别1年级。所以呢，因此，司马库斯我们要盖教，自己属于自己的教室当然讲这个时候，现在我们小学还是违法，因为我们知道盖学校很多法令问题建筑法、水土保持法、建筑法、消防法可是呢，司马库斯为了要成就这事情，我们冲破法令的限制好听是这样，就是不要管法令了先给孩子盖自己美丽的教室因为这个是非常重大的。虽然跟现在现行政策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台湾现在真正的森林小学在司马库斯
夏目是9，好，来再来哈，这个是你看，小学生走完9公里，走完了就算100分，哈利路亚！你这样讲可能很讽刺啊，但是对司马库讲，这是他们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卑微的要求，走到那边就是100分了，有没有读书都不知道了哈，到那边就100分了哈。好，再下一张啊，这个是他们的。好，这是回家的路哈，你看茅草，还有竹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了啊。所以走过这个期间，他们要盖自己的教室。好，再下一张。好，这个是先行盖那个，为了盖那个更大的教室哦，先临时做一个竹子了哈，一个临时的。好，再下一张。好，再来。好，再下一张。好，开始我们就盖自己的做蓝图。好，再下一张。草图哈。好，这是模型，再来。好，开始盖了哈。这里面有榉木，还有石板，还有木头。好，再下一张。这个工期很辛苦了哈。大家也感谢现在还有怪手农具自己。再来。好，其实现在我为什么这么写是，现在很多工法跟现行的法令有抵触，所以县政府跟教育局不是也来关怀过，林务局也来过，他们都不准。他说你们这盖法太超越了，没有学校这样盖的，因为现在学校什么法嘛。可是我们也为这个被罚那个星光本校的校长也很头痛，说你们干嘛去司马库斯啊？我们这边都有宿舍可是这是我们的坚持。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教育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充满了感恩，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给孩子在地就学这是我们的坚持再下一张，好，就盖成现在司马库斯非常漂亮的。如果有机会去看我到现在看都充满了眼泪，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盖，就像你们今天盖自己复兴教会那种感人的是一样的再下一张，好，这是好，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这是建造过程好，我们盖完以后呢，我们也是带孩子到毕业旅行。那其他国小，我们现在国小是，我们除了国家派的学校以外，我们比如说10个小时里面，我们会3个小时，我们会自己要求拿回来，部落自己做教育。当然有国民教育了，意思是说10个小时有3个小时。我们会给他环境教育、生态教育、农业教育，那个我们自己在变所以我们的学校是司马库斯是在真正在执行所谓的民主教育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这个是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这个就是小朋友我们的好，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这个是老照片了背那个瓦斯的照片，再来。以前还没有路通的时候，现在有大桥嘛，这个是用流笼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以前的好，再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最后回到信仰的部分这个是。今天司马库斯之所以可以有这样在原住民教育成就，我们不得不提到教会的部分早期信仰是部落生存发展的中心那第一任牧师是师母的阿公那个时候没有路，说我们要谢谢他阿公，在那边牧会是没有路，走路要从玉峰到那边走，他都7个小时。那以前的中心是教会，他的牧师4点就要广播，以前就是教会就是一个广播那时候已经有电了，凌晨4点他就会大吼大叫，独立啦，我很努力啦，就是广播了弟兄姊妹起来啦，祷告所以在当时没有那个任何消费，说他们唯一的生活就是教会，早上来晨更。教会早上来教会，然后教会旁边呢也有那个篮球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再下一张，这个是我们教会4个期间
1983年，这次早期去这个教会，后来有烧火的，有临时盖那个。然后2006年是这个教会现在的现在这个教会，那现在这个教会是根据2006年的教会再稍微扩建的，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就是现在这个教会目前的教会就是这地方。好，再来，好，目前我们有到目前为止，一共6位牧师到这边做信仰工作。好，再来，好，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是件快乐的事情。感谢神给我们这一切我们荣耀归给天上父神。好，再来，还有吗？好，那教会部分的话，教会要成为见证神的那种地方，因为我们观光区所以呢，我们在地院里面，我们都会跟游客讲说，礼拜六晚上或连假，教会有晚会游客听到晚会以后呢，就很新奇。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叫做福音的聚会。哈利路亚！很多弟兄姊妹也特别游客，他们到教会，他们以为是晚会，太原住民一到教会都是在跳敬拜赞美小朋友跳教会的歌，他们有一种被受骗的感觉了。可是呢，到最后他们也甘愿被骗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晚会里面，我们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就是敬拜赞美。我刚刚在这边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也感受到复兴教会你们对神的那种渴慕，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对神的感动都是一样的。我今天在那边会掉眼泪，所以我印象特别深。游客我们为什么司马库斯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因为他们到那边以后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乖乖的坐着了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教会团体到司马库斯分享的时候，我都勉励他们说，尽量到司马库斯来办退休会。为什么？小朋友到司马库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也没有 7， 也没有网络他们就乖乖办退休会所以我们在这边办晚会。好，那这里面晚会的有敬拜赞，看到没有？教会坐满的时候大概200多个，然后有敬拜赞美，最后师母会唱诗歌了那最后是牧师我做主导。我常常做感动是，我有很多的传福音机会，我会跟游客讲，我为你们祷告可以吗？那个游客他们就说这样子。所以感谢神，司马库斯有他的宣教的优点是，可以对着游客做宣教工作。再下一章。好，就是我们有晚会有妇女的献诗的诗班了这个是团契的生活，我们都有除了忙游客以外，也要有一些团契生活。再下一章。好，这司马库斯的1年4季的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时间有一些 delay， 没关系，项目是好。那还有司马库斯很多没有介绍的就是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司马库斯来参访。那介绍这么多，一切荣耀归天上父神。若不是神的带领，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我们也谢谢圣灵，在40年前透过灵恩运动，他复兴了我们，他给我们恩赐，他给我们更多的感动。我相信司马库斯今天能够因着神的荣耀，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也因着圣灵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愿将这一切荣耀给父神。那我们也求神，也请你为我们祷告希望司马库斯在服侍见证的道路里面，能够永远的为主做见证。这时候我的师母要献一首诗了因为时间关系，一首给你给。咱的师母一起参加五等奖的那个拍拍鼓励一下好不好？
mengilis na kuara pinggangan sesayuk kenyakin nas kulit ungat nanu yamu ulu isu kengiwang kayhanmu ramu suga kamwa kwaras kule yuji kamwa pagikas taninu tahawiyay malaki sunan kinalusu ungas pangal haway niya ungat minas basuroku nigat lensu Yesu after homu因为有你软弱的能刚强因为有你破碎的能歌唱因为有你心中充满盼望我能活出梦想无尽爱毫无保留祝你宝血为我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天堂门紧敞开神的能降下来神百姓进前来宣扬主爱天堂门紧敞开神百姓来敬拜全能神一同在无尽的爱毫无保留祝你宝血为我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因耶稣拯救我哎，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啊，实在是感谢蔡牧师，还有咱的师母哈，将他们教会的互咱大家得到真大的感动甲学习。小可时间煞做一个调整吼，咱即时要先唱这首回应诗。就请执事呢开始来收奉献，这样时间比较足够哈。我们来唱《天父恩典真正大》哈，唱一遍，搁唱副歌，搁唱一遍。伫咧唱的中间来奉献，好，来咱开始，一边唱一边来收奉献。
祷，就要来做献这个奉献的这个感谢吼，我们来做祷告。主爱主，阮的上帝，实在感谢你，你伫远远的所在，伫新竹的后山建立了司马库斯这个教会。毋若是遐个部落，侪侪的百姓奉你的名组织，因搁较活出圣经的教示，全部落大家有无共享，大家互相相挺，大家互相来经营，但创造了台湾一个上界特殊、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甲部落。这是阮对实际生活中所学习到这个美好的见证。愿这个见证大大开展伫正教会台湾逐个所在。阮若是司马库斯是一个共同体，阮也期待全台湾嘛是一个共同体，大家相挺互助，特别伫这个疫情的中间，阮搁较需要互相帮衬、互相相挺。愿主你祝福蔡牧师因伫司马库斯教会牧养。互侪侪兄弟姊妹有美好上帝你的祝福，我也奉你的名来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伫这疫情的中间，无论伫线顶，也是伫实体聚会，逐个人也望你的恩典甲保守。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来做奉献的感谢。请坐。坐着我来报告，咱报告的前，先来强头咱本月的金句，拍开手报后壁面，咱的银幕会当看。来做伙念两次《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14节，做伙开始。当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永远伫逐项所在显明迄个对明白基督才有的气味。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节，再一次。当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永远伫逐项所在显明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气味。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4节。报告。咱下一周的书会是荣泰执事，请留意。第3页各单位的信息，请大家过目了解。第4页，咱集体沟通。第1点，头拄仔咱已经也有介绍蔡成功牧师以及。因牧师娘，我就无搁再报告。第3点，咱今仔是圣灵降临节，本会伫下礼拜6月12要举行圣餐礼拜。伫举行圣餐礼拜，虽然咱受到疫情的干扰，嘛是要继续来举行，也请大家尽量来参加这实体的礼拜。若无，咱伫线顶的会当伫厝准备配着酒，就是面包，来交咱做伙同步共守圣餐。也请小会员伫下礼拜8点40分以前来做预备圣餐的时间。第4点，下一礼拜嘛就开
中职以及首长的联席会议，时间是下晡1点半，地点是2楼的会议室，请相关人员爱留意。第5点，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即马无做招待，咱的酒吧拢可能头前的桌面，大家家己来提取。也是由咱的技术来直接来摕咱的奉献地来接受大家奉献。这咱一个调整的改变，大家了解。还佫有咱也为着咱的疫情平安来大岛，尤其有一寡会友甲友谊，因拢有即个确诊的消息，请咱为这来关心。第6点，教育装备的报告，咱有理财的课程，请大家有兴趣的来报名。会友的喜讯，咱金晋吉兄弟甲黄子玲姐妹因顺利来生一个男婴仔，咱来恭喜因。佫第2点，迄个总结姿势因要来娶新妇，为欢迎大家来献祝福。简单报告这，请牧师来补充。咱时间有限啦吼，我是讲是毋是咱小等的迄个庆生会后礼拜才来庆生，还是安那？会使无 ？OK 吼，哇，死煞咧遐，好，安尼我随来介绍吼，我随来介绍。咱酒杯的部分，咱就家己来看啦吼。好来有新朋友伫咱中间咱第一是欢迎蔡成功牧师、撒因刘命师母，还有2个女儿。五帕瓦旦跟拉瓦瓦旦，来，我们欢迎，再次欢迎，谢谢，谢谢，请坐哈。他们第2堂哈，要个分享一盖哦哈。第2个客人是我们戴一郎先生，还有王丽贤姐妹，还有哥哥，在我们当中参加礼拜，是不是在这边吗？在楼上哈，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简单回应到就是讲，咱期待咱继续为着司马库斯教会来祈祷，那嘛为着因的侍奉嘛为着玉山新人院来祝福祈祷欢迎啦，咱兄弟小组若有机会去司马库斯行一转，袂歹特别你嘛让招你的这个迄个慕道友特别用礼拜6上去，然后参加司马库斯他们的礼拜，互因做见证安尼不过你迄阵出去的变作野外礼拜就对啦他明仔报倒来教会就对好，咱我们马上来做结束，做结束的礼拜。请起立，咱来唱尾本的诗歌。结束了，请牧师为咱祝祷。接受祝福祷告，愿上帝的慈爱与基督耶稣救赎的大能，跟圣灵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特别是今天早上与蒙蒙祝福的玉山神学院同在，使这个学校培育牧者，传承原住民信仰，以及帮助部落发展都一处，也与富祥教会牧长之同在，使我们在这地方继续为主做见证，继续蒙受上帝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
请坐，请坐。咱随时要来举行咱的6月份的庆生会，咱备办心唱诗歌了，咱离开。也请敬拜团预备，第2堂要开始了第2堂预备要开始了。咱这个月这个受车有780位啦咱这时要为着这受车，请6月份的受车站起来好无？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唱台语的。咱们请主席长老来分蜡烛。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英文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咱请主席长老来口罩来。好，谢谢。咱为了这受车来祝福祈祷，主我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受车。伫这6月份是一个小路的月份，愿你祝福这个兄弟，大家人心心灵拢平安喜乐，也互因伫大家时阵拢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丰盛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恩典，祝福因伫健康、伫工作、伫家庭、伫所有一切拢有主你奇妙的保守。也愿你带领阮兄弟，大家人伫疫情中间出入拢平安。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大家互相祝福，愿你平安，谢谢。